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7月25，咱做伙来读箴言第16章到第20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6章，人在计划，上主在决定。人看家己的所做做着，毋过上主审察人的动机。将你的所做交托上主，你的计划就会成功。上主所做的拢有目的，连歹人灭亡的日，嘛是伊的计划。上主厌恶心骄傲的人，歹人一定受刑罚，因为阻碍信息，罪过得到压砍。敬畏上主，人通离开邪恶。人的所做，若互上主欢喜，上主为何对得甲伊和好？趁钱少有功德，看赢趁钱多无功德。人计划家己的道路，上帝引带伊的脚步。王的嘴讲上帝指示的话，伊的审判就袂差错。功德的天平甲秤，拢属上主。地下内的秤锤，拢是伊所制定。最歹是王所厌恶，王位靠公义建立。公正的推论是王所欢喜，讲话正直是王所喜爱。王的大生气，亲像死亡的使者。智慧的人为何伊会生气煞？王光彩的面，互人有性命。王的恩惠，亲像春雨的云。得到智慧比得到金较好，经到聪明比得到银搁较好。正直的人的大路离开歹，坚信家己的脚步会保全性命。有骄傲就有失败，有自高就有跋倒。心谦卑甲善食人做伙大，较赢甲骄傲的人分所抢的物。听探道理会得到利益，倚靠上主真有福气。心有智慧，称作通达，讲话文雅会互人心服。聪明人的智慧是伊活命的水泉，戆人的戆是伊的刑罚。智慧的人的心约束伊的喙，互伊的话加添说服力。亲切的话亲像蜜，互心欢喜，互骨勇行。有一条路看起来正搁直，到尾探到死亡。做工人为着顾腹肚做工，腹肚枵逼伊拍拼。罗麻假无要害人，伊的嘴唇亲像跌倒的火。歪曲是非的人，世界制造纷争。咬学话的人，互亲密的朋友变面。强暴的人引诱厝边，带因行歹路。耳目是义，是在图谋邪恶。嘴唇加言表示坚决做歹。白头毛是荣耀的花冠，实行公义才会得到。忍耐赢过威力，熬控制家己，较赢征服规座城。人抽签决定代志，最后的决定在伫上主。第17章，有一块饼通食，大家好饱，较赢青草满桌有3钱。熬办代志的仆人为管辖下体面的囝，佫会当甲主人的囝边边分着家伙。炼银用鼎，炼金用炉，毋过上主锻炼人的心。做歹的人注意听奸诈的话，讲白贼的人爱听邪恶的言语。铁笑善食人是侮辱创造因的主，
爱人拄着灾害的，一定会受刑罚。子孙是老人的花冠，老爸是囝儿的荣耀。戆人讲大话无合，有地位的人讲白贼，搁较无合。贿赂送的人看做保证，逐条路拢行会通。袂记得人的过失，会得到友好的回应。代志豆豆念，为互亲密的朋友疏远。甲明理的人讲一句责备的话，较赢甲戆人拍100个。歹人存心背逆，毁灭的使者会来甲伊对付。宁可拄着失落囝的刑母，毋通拄着固执的戆人。用歹报好的，灾害袂离开伊的家。三钱一个开始，亲像水放射，就成截止，才袂直到患难。判歹人做无罪，定义人做有罪，两项拢是上主所厌恶。戆人无想要买智慧，手里摕钱有啥路用？朋友不时相照顾，兄弟出时是要分担苦难，甲厝边答应做担保，迄款人是戆人。爱犯罪的人爱三钱，自觉骄傲的人自取灭亡。心思邪恶的人找袂到福气，咬变话的人会陷落患难。生着戆囝是父母的忧闷，戆人的老爸无啥物通欢喜。欢喜的心是好药，忧伤的心互骨孤单。歹人暗中收贿赂，为互判决失去公正。智慧伫明理的人的目睭前，毋过戆人的目睭找到地的缺头。愚戆的囝互老爸烦恼，互老母忧苦。刑罚无辜的人毋好，打击正直的官长嘛毋好。约束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冷静的是聪明。戆人若点点嘛看做巧。伊无开喙，嘛算做聪明。第18章，古代的人追求家己的欲望，摆脱一切真诚的劝告。戆人无爱知识，只有爱等家己的意见。有邪恶就有藐视，有见效就有凌辱。人喙内的话亲像深的水，智慧的水泉亲像在流的溪水。判断的时偏袒歹人，也是冤枉无辜的人拢毋好。戆人开喙引起冤家，伊一个讲话就惹起相拍。戆人的喙互伊灭亡，伊的喙唇是伊性命的罗网。耳孔边的婴仔话亲像好食物，一个入喙就吞落目。无照起工作的人，是甲破坏者做兄弟。上主是坚固的堡垒，义人行入去就安稳。好野人想讲，财富是因的保障，是安全可靠的关墙。有骄傲就有失败，有谦卑就有尊严。也未听了就应答，就是愚戆甲见笑。人的心会当忍受白疼，心灵破碎，无人忍受会牢。聪明的人的心得到知识，智慧人的耳孔寻求知识。礼物甲人开路，会带伊到大人物的面前。先申诉的皆若有理，毋过对方来就查出实情。抽签会互冤家煞，
会当解决强者之间的纠纷。互结冤的兄弟结和，比公处坚固的城较困难。这款纷争亲像城门的门掣条条。人对讲话所结的果子，腹肚得到饱足；人对喙唇所修成的，得到满足。喙子会当支配人的生死，爱利用这个权的人，就承担后果。娶到好某是福气，是上主的恩赐。善食人恳切求情，好业人歹声扫应答。有真侪朋友不过是做伴，有一个知己比兄弟较亲。第19章，行为正直的善食人，较赢讲话诡诈的戆人。热心无知识毋好，渴望从颠倒会行毋对路。人因为愚妄破坏家己的前途，伊的心颠倒怨叹上主。好业朋友就加真多，善食朋友就拢离开。做伪证一定受刑罚，讲白贼袂当逃脱责罚。有权的人人甲伊抱塔，慷慨的人人做伊的朋友。善食人连兄弟拢厌恶，朋友搁较会离开伊。伊日要甲人讲话，人毋睬伊。有智慧才会晓疼惜家己的性命，珍惜知识会得到福气。做伪证一定受刑罚，讲白贼会灭亡。戆人生活车花无下，仆人管辖主人搁较无应该。人有见识就袂快生气，无追究人的过失是家己的公营。王的生气亲像狮大声吼，伊的恩惠亲像草顶的露水。囝戆是老爸的灾祸，某吵闹亲像雨水擦擦滴。厝体财产是祖公所留，贤惠的某是上主所赐。贫惰互人困沉眠，男死的人为骄傲。遵守诫命为保全家己的性命，无伫意上主的路为抵到死亡。真济善食人是借互上主，上主会照伊的所做行伊。趁还有远望，着管教家己的囝，毋过毋通过头煞甲伊害死。熬发大生气的人一定受处罚，若要救伊，一定加了工。着听苦劝，受教示，互你到尾有智慧。人心内有真侪计划，只有上主的旨意会实现。贪心互人抵到见效，宁可善食嘛无爱白杀。敬畏上主会得到性命，以为安居乐业，袂拄着灾难。贫惰的人手伸到盘呢，嘛毋肯摕到喙。拍自高自大的人，会互戆直的人得到教示。责备明理的人，会互伊得到知识。歹款待老爸，赶老母出去的，这款囝带来见笑，留臭名。我的囝，你若无继续听教示，会偏离知识的话，做伪证是伫虚人公平。歹人用罪恶做饭食，刑罚是为着自高自大的人准备，鞭拍是为着戆人的较接兄安排。第20章，薄酒互人放纵，高酒互人发狂，因为酒内迷失是无智慧。王大生气亲像狮大声吼，惹伊生气会害着家己的性命。避免纷争的人通称赞，毋过戆人爱冤家。贫惰的人无要照实正做，
守寡的时找无半项，人心内的计谋亲像深的水，只有明理的人才会甲伊浸出来。讲家己忠诚的人真多，毋过忠实的人要去倒位找？照正直行的义人，伊会行行顺顺，真有福气。王坐伫审判的位，伊的目睭监察拢总的歹。啥人敢讲我已经洁净我的心，我的罪已经清去？用骗人的信推，骗人的斗，拢是上帝所厌恶。囡仔是纯洁，也是正直，对伊的行为看袂出。话听的耳孔，话看的目睭，两项拢是上主所造，毋通贪民，才免低到善者。目睭八福金，才有狗仔的美娘。人买米的时，嫌讲毋好毋好，买了家己夸口真好。虽然有金，阁有真侪宝石，毋过有知识的喙唇才是珍宝。甲身为人担保，着摕家己的衫去抵押；替外人保证，着家己承担后果。骗来的食物滋味真好，后来就亲像喙的菩沙，参详为互计划成功，好的策略为互交战胜利。世界讲人是非的，为落下人的秘密。交的毋通甲伊结交。救助父母的，伊的性命会亲像灯伫极黑暗的中间失去。真紧得到的财富，到尾无一定是祝福。毋通讲我要报冤，着听候上主以为救你。骗人的信推是上主所厌恶，骗人的天平嘛毋好。人减会知家己的路，人的骹步是上主在决定。毋通随便讲，这是要献互上帝的物，才免下完了煞后悔。智慧的王亲像用畚斗甲歹人拼出来，用车轮甲伊碾过。人的心灵是上主的灯，查明家己的心思意念。主爱信实保护国王，伊的座位因为仁慈得到保全。勇健是少年人的阳光，白头毛是老人的光彩。鞭拍会除去人的罪恶，拍伤会洁净人的心思意念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箴言第16章到第20章。